東山呢啲咁嘅盤，中介推到爛，話係咩筍盤，話平，話回報率高，等我你哋知唔知？佢哋冇同你哋講嘅嗰一 part，分分鐘令你哋後悔半生。咁今日呢5個盤，全部東介都喺度狂推，全部真人真事，有投訴有報導。如果屏幕前嘅你趕時間嘅話咧，可以提前喺評論區打888領取一份珠海中山白名單。佢哋咧話你知，旗江新城 CBD 地鐵上蓋，香港大集團開發嘅 Lofter， 買1層享受2層，近珠海香洲，拎包入住，退休養老首選，回報率竟然高到7%嘅，聽落嚟係幾吸引。咁佢哋嘅真相咧係點樣？我逐個同你哋去進行一個拆解。咁我哋直接步入正題。第一個富源108銷售中介嘅銷售話術係山姆旁、山景房、中山享最高嘅地標，玩巨大王開發資金實力豐厚，中山嘅珠江新城。咁我哋知唔知道今年端午節期間呢個樓盤嘅地下車庫直接變成咗地下水庫，導致上百台車輛，而且係豪車進行一個報廢。截止到今時今日，佢哋嘅物業係點解釋嘅？佢哋話係瞬時間嘅紅色大暴雨導致嘅，即係將全部嘅責任推卸到而家嘅天災。但個業主就質疑啦，小區原本設計嘅排水系統點解今次就完全失效啦？責任到底喺邊？物業嗰邊就講啦，佢仲喺度調查緊。結果業主調查後發現，真實嘅情況係因為質量問題，紅色暴雨未到1個小時，地下車庫嘅牆直接冧低，造成咗呢一次嘅水浸。所以我之前一直同大家講嘅，有質量問題，開發商銷售套路多嘅小區，千祈唔好去掂。咁第二個朗詩新城銷售中介會講，靠近珠海香洲，總價係珠海香洲區嘅1/4，月供1日唔到100蚊，仲平過住酒店同埋租酒店。但不過呢個盤啦，南方都市報都親自報導過，交樓1年幾，地下車庫漏水、滲水、積水到嚴重到咩程度啊？樓梯間嘅積水最深係超過咗20厘米。業主就講啦，由樓梯落嚟到全部都係水啊，根本冇辦法去進行一個通行。有幾個空間現場仲聽到有滴水聲，業主咧就叫佢做水簾洞。配電室啦未安裝大門，人可以隨意咁進出。配電箱外接電纜係裸露喺外面嘅，消防逃生門同埋消防嘅水柱啦，全部都係損壞嘅。仲有更加恐怖嘅就係啦，業主發現地下車庫有一處樓梯間，入邊有2到3米深嘅呢個積水坑，而且嗰度光線係昏暗嘅，呢道門又可以隨意去打開。如果真係有人唔小心跌咗落去後果不堪設想。地下車庫嘅信號全部都係冇嘅，求救冇辦法去求救。人防設施未通電，開發商電纜被盜咗，佢仲未重新去安裝。咁自來水入住咗1年半，自來水都仲未移交去自來水公司去進行一個管理。有業主直頭話呢個係爛尾樓，資金斷咗3年，而且當時仲要收取5萬嘅呢個團購費。地盤偏啦，配套差啦，去過嘅人都講周圍咩都冇。咁第三個，中山嘅神灣香山小鎮，中介話低密度湖景嘅呢個生態，而且5000蚊一平，性價比係最高嘅，養老係一個首選，而且後期會有成熟嘅呢個大型社區。聽落嚟好似大灣區，如果唔揀呢個樓盤，仲係一個養老嘅話，就冇其他地方揀啦。OK。等到今時今日，呢個樓盤到底如何？大家可以睇到我呢條視頻，售樓部基本上係完全搬空咗，現場冇人煙，跟前2年嘅呢個銷售熱度完全唔一樣。咁各位可以睇下而家嘅呢個航拍，目前基本上已經停工，政府就已經報導咗呢個樓盤嘅開發商已經係暴雷啦，連外部嘅呢個配套
教育啦、商業啦、醫療資源根本都仲未有打地基，同當時銷售同埋中介嘴入邊所講嘅完全不一致。各位可以諗下，5000蚊1平方，聽落嚟真係好平。等我哋買咗之後咧，想賣啦，流通性差啦，想住啦，配套完全冇啦，而且開發商而家仲出事，鋼筋水泥高立價全部都喺呢度企住，根本冇施工嘅現象，連售樓部都全部搬空咗。你後期想維權都無門啊！咁第四個，銷售中介話嘅東區嘅核心，寶龍開發商嘅大品牌配套完善，聽落嚟咧真係好正。等我業主佢哋係點講啊？合同寫住3月30號交付嘅，免責到90日，到6月30號，到今時今日，業主仲未有任何嘅交樓通知書同埋賠付。交咗樓之後咧，質量問題一大堆，業主咧就喺中山嘅領導留言板上面投訴，交樓存在各種質量嘅問題，開發商整改進度非常之慢，已經過咗半年啦，仲未出具幾時整改完成嘅呢個時間，結果冇辦法正常收樓去入住，但嗰個物業仲喺度催緊你去交物業費。仲有更加離譜嘅就係，開發商竟然拒絕開發購房發票，小業主啊係2024年買樓嘅，到2026年6月份啦，仲未開到開發商嘅發票，導致業主根本辦唔到房產證。而且呢個樓盤啊，歷史嘅問題仲多，有業主話啦，牆體係裂開嘅，收樓嗰陣時用膠布條同你去掩蓋咗，剷開先發現啦係牆體開裂。中山嘅最南端，咁環境係點嘅呢？附近有垃圾發電站，小河上游有個化工廠，唔知對環境有冇咩影響？垃圾發電站啊，化工廠啊，你諗一下，養老嘅老人家日日喺呢度呼吸嘅呢個空氣，係咪真係有天氣氧吧呢？銷售話已經係冇咩異味，你信定係唔信？咁配套，我幫你哋數一下專業嘅呢個測評數字，各位可以準備好筆記本記一下。0個地鐵站，0家綜合醫院，0個專科醫院，0個藥店，0個幼兒園，0個小學，0個公園，0個景點，成個盤啊得返1家中學。你諗一下，養老要睇返醫生，咁最近嘅醫療同埋醫院到底喺邊？買藥要去到幾遠？仲有施工嘅噪音，有官方記錄顯示，神灣鎮遠洋繁花里3期嘅工地，2024年嘅元旦假期依然產生咗高分貝嘅呢個噪音，對居民嚴重有困擾。專業嘅測評網站咧就寫到明，小區目前入住率低，周邊嘅生活配套仲有待改善，成個小區空蕩蕩嘅，夜晚黑掹掹，你一個老人家住喺呢度，安全感到底喺邊？咁目前開發商報價7500蚊1平方，由2018年賣到而家仲喺呢度賣，去化顯而易見係幾萬嘅，流通性差，你買咗想賣，邊個嚟進行一個接盤？更何況二手最低嘅成交價已經去到咗3500蚊1平方，兩個價錢有2倍嘅呢個差距。咁中山呢啲盤啊，中介推到難，但不過入邊真實嘅問題係好難令人接受嘅。如果屏幕前嘅你想知道中山樓市更多嘅項目，可以喺評論區打避雷2個字，我私信你一份更多嘅中山、珠海避雷白名單。希望可以幫到各位。我係 Michael 羅基，我哋下期見。